Hello，各位師兄，新年好！首先祝大家新嘅一年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。好耐冇出片同大家見面啦，今日終於蒲頭，帶大家去東門老街附近嘅一個會所，叫做新安泉養生水會。呢間嘢之前都嚟過幾次，算係熟頭熟路。位置就喺地鐵站隔籬，行幾步就到，或者係行完老街之後上嚟攤頭下叉叉電都唔錯。喺新安酒店隔籬，搭 lift 上去6樓就係啦。上到嚟前台，講真，環境就唔算特別新啦，畢竟開咗都有2年幾，不過整體 keep 得都幾乾淨企理，叫做係市正啦。前台呢度擺咗個客服聯絡方式，有需要嘅師兄可以自己加咯。入到嚟大堂，新整咗個屏風間隔，將空間分隔開嚟。之前係3排位連埋一齊，相對嘈雜，有啲師兄想靜靜地企喺度都難。而家呢個屏風位置唔會咁多人走動打擾。咁如果想要再私密啲，大堂後面仲有幾個鬆腿位，拉埋點就係自己嘅小天地，夠晒安靜。走過嚟屏風位睇睇，位置其實唔多，一共就6個位啦，但勝在空間夠闊落，唔似得有啲會所搞到逼逼夾夾。大堂前面擺咗啲零食飲料，部長就同我介紹，就話逢工作日朝早8點到夜晚8點，大堂休息區免費提供開放，啲零食飲料可以自己隨便攞，唔使俾淨爽費。即係話喺路街行到攰，上嚟企一陣休息一下，就算唔做項目，1毫子都唔使俾，冇話嗰個最低消費。跟住過嚟房區睇睇，呢度嘅房名全部用24節氣嚟命名，都幾有文化喎。揾個師傅帶我入去睇下房間環境。呢個呢係3人房，幾啱2-3個 friend 一齊嚟，一路按摩一路吹水。地面鋪咗木地板，牆身係麻布材質，整體俾我嗰種原木溫馨嘅 feel。先生你好，我是4個5，很高興為您服務。先生，手牌給我一下，為您起宗。現在收費是多少555。怎麼可以穿裙子的嗎？可以啊，白天的可以。就白天可以穿裙子。那你上幾點到幾點？12點到9點。挺好，不用熬夜。那到晚上的時候8、9點的時候還穿嗎？8、9點的時候，9點以後就要穿風衣了。那反正約你就可以穿裙子嘛。之前是學過庫里那些嗎？看你手法還是感覺。對啊，做過正規模。怪不得。看你手法還挺嫻熟的。咁今次部長安排咗個新嚟嘅師傅俾我，外表望落文文靜靜，不過一開口就知道係吹水高手，完全唔怕話冷場。咁佢嘅手法都算 OK，唔係嗰種求其掃2下，只係學過一下有板有眼。佢就話自己上白班，中午12點到晚上8點，然後呢仲話日頭返工可以着裙。如果有師兄唔中意啲師傅着長褲，咁可以考慮下日頭過嚟咯。拍完剛剛嗰個師傅，本來諗住走人啦，點知個部長拉住我，就話有個紅牌啱啱落鐘，叫我拍多個先。反正我都唔趕時間，拍埋佢咯。不過呢個師傅之前其實拍過啦，有啲師兄可能仲有印象。
計下，我都有成半年幾未見過佢，唔知道有冇師兄揾過佢呢？平衡感还挺好的，不用扶东西都还挺稳的。我还熬柴，重一点的就要有那种扶的了，没有扶的踩不上去。现在你白天上班也是可以穿裙子的，是吧？偶尔可以穿。就我刚刚听那个小姐姐说，她白天的时候可以穿，就晚上不能穿而已。偶尔可以穿呀。那你上几点到几点呢？我是12点到9点下班。差不多也是就早班嘛，相當於。整體總結一下，新安泉水匯呢個場位置就腳喺路街，行完上嚟就係大堂區域，新加咗個屏風位，多咗寧靜選擇，仲有提供免費休息，夠晒貼心。啲房係溫馨原木風。如果你喺東門附近，想揾個地方唞唞氣、鬆一鬆，呢度都係個唔錯選擇。咁今期影片就介紹到呢度，下期再見。